位乡亲、投资欢迎收看今日12月21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来关心选战进入最后阶段，头一场公办的总统电视政见发表会昨暗举办，透过3轮的政见发表，3个候选人头解正面对下，两岸内政、改革这议题拢有讲到。以控制数第一场总统大选政见发表会，咱立白3平，场内到场外拢继续拼场，为两岸立场到内政议题会有20种。今年选出来的代表日是啥？你敢知？是巧，就是缺乏的缺。这买当讲证明是一个民进党无能的证据。侯市长、柯主席，你们真的认为接受一个中国原则、9·2共识或两岸一家亲，2350万条宝贵的生命，真的可以寄托在中国的善意吗？第一，他不会贪污，单这一点就演国民党、民进党的。第二，他不会再留子孙，他不会像其他两党造成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庞大的负担。透过3轮政见发表，3候选人第一摆正面交手，侯友宜挂目镜，国台语加手帮增加亲近感。赖清德加兴奋的球色内裤带，主张讲到万里流出的风波。国民党士兵中华民国兵站，收起对手的攻势，将目标放伫政见顶端。两岸的护国神山是中华民国的宪法，所有的共识，不管你要谈9·2共识，什么共识，都在中华民国宪法底下。我刚才说得很清楚，我反对1国2制，也反对台独。我愿意把房子交付公益信托，优先作为矿工生活纪念馆。侯市长，你的大群馆，现在的凯旋院，游走在法律边缘，竟然申请99个门号。有关特别预算，特别预算法第83条第4款那个空白授权要拿掉，以后只有战争。重大经济事故、天灾人祸，这个才可以编特别预算，其他的不可以，不可以滥用特别预算。这场政见会虽然无交叉结论，暗过咱就被议员伫谈好备案基础证据、司法改革这议题展开攻防。随去3平也有2场政见会，分别伫26甲28。另外，副总统候选人电视政见会按算伫2日暗时。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的赖清德，伊即马万里的旧厝，最近是互对手直直摕来做文章。赖清德昨是表示讲，迄间拓区的旧厝，民国47年就有啊，52年的时矿业法才施行，所以即间厝已经伫法规进前就已经合法存在。赖清德嘛批评2个对手，讲侯友宜家己伫阳明山有几栋的学生宿舍，也若国民党的农地是尾仔摕来做停车场，也若国民党昨下晡随委托党内议员去农地大告示，讲即块地农地农用会转做农地。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万里的旧厝违建的风波，对手国民党甲民众党伫年时一直攻击。20无公开行程的赖清德下晡参加中常会，对着旧厝的争议作出说明。赖清德讲，旧厝伫民国47年就存在啊，也若民国52年矿业法才实施，科学计划法是民国70年实施的，代表这个厝早伫法令规定进前就已经合法存在，先要申请保证停止合法的厝。几十年的公寮年久失修，自然需要修建，所以矿区的房子早在法令之前存在，应该是合法寄存的建筑，跟都市有法可循、违法加盖的违建概念截然不同。赖清德讲，偏远炭坑的这个旧厝，加国民党侯友宜阳明山规栋的学生宿舍，也有民众党郭文铁旧厝的违建，持有的农地做游览车停车场来比较，是无都做比较的。郭文铁是证实农地违规使用，要赶紧来消灭争议。按规定就必须要有一个告示。郭文铁赶紧找民众党议员李国忠协助，确认土地界线范围，达到施工的广告，最近就施工。原本停摆游览车的农地就已经清空，要叫怪手甲淡马港路挖掉，回归农地使用。不过这阵也未看到机械立案。赶快先去申请了公文，然后我们也准备了一个公告，就是希望在近日协调好那个大型机具进场的日期跟时程之后，我们要赶快先公告，让邻居知道，也要让周遭的业者晓得，就是在出入的时候要
注意到一个，我们这边也会注意到一个公共安全的问题。国民党侯友宜是批评赖清德对着备案甲乌金以及正常的交接拢无回答，也搁再讲到重新启动服务，规两文放伫共一拿，因为中国就是大卡拿，台湾爱甲中国全世界做朋友，绝对不能像民进党经济锁国啦，每一次都用意识形态啦，制造很多不必要的对立跟冲突，所以。民进党因为锁国断了9个国家的邦交，区域经济贸易嘛惊袂出嚟嘛，两岸也不对话，也不沟通。侯友宜讲，台湾的区域经济贸易行袂出去，两化无对话，造成新世界无法度甲国际接洽起来，强调绝对袂使亲像民进党经济锁国。记者综合报道。中选会伫昨昏举办立委候选人抽号码，因若政党票的部分政党的号码，搁定也是派不分区的代表来抽。尾啊，民进党抽到6号，国民党抽到9号，民众党抽到12号。2024大选就伫要到啊！中选会20进行立委选举，政党甲候选人抽口决定号码。民进党由副秘书长杨义山、甲无分区立委候选人林国琴、辛碧荣代表出席；国民党的部分由无分区排名第1的韩国瑜等人代表出席。因那民众党是黄珊珊代表出席。选对人，走对的路，支持6号民主进步党。我个人本身在社福界服务了30年，那一直在做儿少权益跟儿童安全，尤其是交通安全。希望我们真的能够还路于民，让我们的人民可以在有一个友善的交通环境。第11届无分区立委选举政党的号码抽口仔的结果出来啊！台湾基进是4号，民主进步党是6号，时代力量8号，国民党是9号，台湾民众党是12号，亲民党是14号，台湾团结联盟是16号。特别注意的是，这一届立委选举外界推估3党袂过半，若被内党伫咧立法院合作，韩国瑜有机会甲黄珊珊争取做立法院正副院长。两个人提早伫咧中选会讲台，伫咧抽口仔进前嘛有小借问。国民党政党票抽到第9号，我们非常高兴抽到第9号。这个易经呢，最大的阳数是9。中华民国长长久久。今天台湾民众党抽到第12号，其次的部分我们当然是很乐观的评估，我们希望都应该有双位数以上。韩市长是因为他在市政府的时候，我也跟他熟识所以我刚刚是说好久不见。无分区甲交际外国，国民立委选举，这一届拢总有16个政党参与，争取34席的无分区立委。只要政党得票率达到5%以上，就会当参与席次的分配。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为着要避免境外势力介入咱的选举，最高检察署定出5项共识，针对中国招待单位、台湾这边的发起人、旅游团的人员敢有参选也是辅选，会用这标准来办案。另外，检方侦办招待去中国旅游调查了后，有人互交保，这届是中华新东明文化经贸交流协会总会长，尾也是以5万块交保。确定这些相片拢是引起中国旅行的纪念。中华新东明文化经贸交流协会过去不时组团去中国旅游，即马煞标出10月份一场旅游行程，若像甲中国介入咱的选举有关系。对镜头比赞，伊是协会总会长罗文良，去互检调查出伊涉嫌招全国的会员去中国广东佚佗，6天5暝行程，干那爱出机票的钱，剩的食的、住的甲交通费，全部拢是中国出的。检方18发动搜查，约谈买20个人。先后姓罗的总会长以5万交保，其他的人请回。接受相关食宿的招待，游览车上面有宣导说要投票给某特定阵营之候选人，那涉嫌违反总统、副总统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反渗透法等罪嫌。离明年年初的选举剩无偌济时间，最近一再标出咱国的民众去中国旅游，若像接受对方的招待。全台湾北中南各地，少年煞有人去互约谈。最高检察署为着要理清中国的招待，敢有牵连境外势力介入选举，嘛邀请各机关就违法入定的标准来进行讨论。这些基层民选公务员赴陆旅游就有没有违法我们有的这个认定的参考指引的部分，我们达成了5项共识来供检察机关未来办案的参酌啦达成的共识包括中国接待机关、残疾，敢有涉及亲像统战部等等。中国官方甲附随组织，
也若台湾的发起人、参加人，敢有参选甲复选的身份，出去佚佗的费用敢有退回，行程敢有符合行情，嘛是认定的重点之一。最后，村里长去中国旅游，交代期间甲选举的关联性，收的钱甲无正当的利益，主观敢会影响选举相关的认知。透过5大标准来判断个人的行为敢有违反反信套法等等的规定。记者综合报道。当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是寒死死，今仔日全台各地拢有机会会落雨。也若伫中部以北、东部，今仔日天气拢真寒。同齐来看云图。今仔日寒流落南，加上南边的云系向北边刷过来，这云会较高。北台湾低温是10度至13度，中南部、花莲、台东是13度至17度，而且要提醒乡亲愈晚愈寒。上寒的时间点会是伫明仔透早。气象署有针对12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其中基隆、新北、桃园、新竹有机会出现6度至10度的低温。嘛要提醒乡亲，大家都要穿好少，若在用家属烧热水器、烧气、烧水炉遮的，拢爱注意通风，嘛爱注意用电的安全。另外，雨水的部分，今仔日伫北部、东半部，尤其是基隆北海岸、宜兰大台北山区，这所在雨拢会较粗。也若中南部，今仔日是侪云，若是有落雨，嘛是湿湿啊雨。咱台湾即马寒流到位，印度的北部嘛有寒流，而且温度是降到零下4度，水管拢结冰。也搁伫印度的南部是在做大水，主题区拢淹去，目前已经知影上无有造成10个人死亡。另外伫南非是发生火烧山，当地政府出动超过300个消防人员去拍火，有5个人受伤送病院。天气冷叽叽，民众可能靠火取暖。印度北部有寒流，首都新德里气温6度，居民生活受影响。北边的查谟加克什米尔邦低温各降到零下4度。परसों कल था आपको -5 था, आज -4 है, तो नलके भी लग रहा है, गाड़ियाँ भी लग रहे हैं। यहाँ इतना सर्दी है, ठंड आग जलाना पड़ता है। बाइक पे चल नहीं सकता है, बहुत ठंड है, काफ़ी ठंड है。低温和水管结冰，对天气较温和印度来讲，厝内底普遍无暖气，恐惊对真侪家友带来致命威胁。不过南部的坦米尔纳杜邦是落大雨引起水灾，雨水淹过树林，规片主题区全部拢进伫水内。ஊரு ஒண்ணு போல ஆயிட்டு அடுத்தாப்புல மழை வந்துச்சுன்னா நாங்க தண்ணியில போக வேண்டியதான். ஆமா, விவசாயம் பூரா போச்சு, வாழைக்காடு பூரா தண்ணி கட்டி போச்சு, அழுகி போச்சு. ஒண்ணுமே நாங்க செய்ய முடியாது. நாங்க அம்பட்டோரும் சாவத்தான் செய்யணும்。救援人员用直升机吊挂物资予受困民众，当地居民面对大水提起了后，警方唔知要如何是好。17到182天的落雨量比平均大关出10倍，而且这个月初才遭到强烈气旋侵袭，在后农业被复原，就搁拄到另外一场大水。野火将天顶染成做橄榄红色。南非塞蒙镇发生森林野火，当局出动3架直升机甲超过300个消防员来抢救，有5人安尼受伤。Last night we saw the flames all along the side of the mountain and we heard the crackling of the flames. It came down to probably 100 meters above us. We were concerned about wild animals coming down, so my wife put out water so that they'd have something to drink. 塞蒙镇伫开普敦南边差不多45公里，主要是政府岛。接把真侪摆发生热动，警方将这场野火杀向塞蒙镇海军基地，造成一栋建筑无损坏，也有将近40户居民疏散。公司新闻陈慧仁报道。即马咱天气遮寒，禽流感疫情嘛咧行，进前是云林，也个苗栗有传出疫情。即马伫嘉义的大南，嘛有一间饲鹅仔场爆出禽流感，确定是去喂着 H5N1 亚型高病原性的禽流感，内底12000只鹅拢已经装灭掉。穿防护衫的工作人员甲捕杀了后的鹅装袋称重，嘉义大拿一间整鹅场，业者19主动通报，这群电鹅不明原因死去。嘉义县农业处派人去调查，全场移动管制。采样试验了后，19确诊是 H5N1 亚型高病原性禽流感。检验报告昨日出炉，确诊为 H5N1 高病原性禽流感，随即在今天早上6点即派员前往扑杀。预计今日完成所有的扑杀以及消毒工作。喂到的整鹅场有12000只鹅，20早起防治所人员到场进行全场扑杀消毒作业。那嘉义云林一间两鸡场，在月底就爆发入冬头一只 H5N1 禽流感，
山内苗栗一间饲牛场也话到，农业部风险署提醒，禽流感已经进入高风险的时阵。台湾当然也是候鸟必经的路径嘛，所以我们每年在10月以后呢，会关注到禽流感的疫情，可能就是以往经验会比较多，很多县市都有一些零星的疫情发生，那是我们在掌控当中。正嘉义的整牛场也伫继续菩萨清场，有加深夜才结束。风险署也提醒业者注意家禽上好，提高警觉，严加防范，并且落实场内防照设施，所以管制甲消毒者的生物安全的做法，防范疫情发生也够摊开。记者综合报道。加乡亲同齐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经济部伫昨昏公布11月份外销订单，金额是美金506亿。结束14个月负成长，高效能的运算 AI 这个新的科技应用继续的成长，有好着相关的外销订单。另外，有侪台商即马是转来咱台湾设厂，所以海外生产比例是降到51%，嘛创下新高。继续关心联合报，咱台湾红讲是西药剂的王国，西药剂的人数超过9万人，人口比例占全世界第一。也毋过上新，咱台湾药剂病年报，109年西药剂的人数是比108年减94人，这是咱国内5年来头届下降。协会分析原因，认为讲可能甲新冠疫情有关系，因为伫疫情期间，大家拢较无爱去病院。来关心中国时报，台师大工业教育系主要是培育咱国内工业职业学校的老师，也有伫中校内底的工业教师。袂少基职体系校长拢是校友。昨昏台师大的校务会议已经通过讲，学士班第114学年度要停止招生，也毋过因会保留研究所甲博士班。另外，咱国内也有一间有设工业教育系的是中华的师范大学，因是表示讲，因会调整系名，嘛会做转型。继续关心新竹市有一个3个月大红婴仔伫托婴中心。结果呢，这那亲像是年母无细致，甲小滚水车倒，害红婴仔去烫着。这个红婴仔规身躯超过50%二度小烫伤，即马也咧加护病房治疗。家属是要求讲，因要看监视器，也毋过业者说讲监视器歹去啊。家属国不将转去报警察，新竹的社会处已经介入调查。规身躯红记记溜皮，包括阿妈棍、胸腔及只偏双手甲正脚拢有大面积小烫伤。互爸母真毋甘将相片抛上网，因为3个月大的查甫婴仔12月15伫新竹某一间托婴中心互滚水烫伤，送医了后发现规身躯超过50%二度小烫伤，目前还伫南口中加加护病房治疗。托婴中心讲是人员泡牛奶车倒烧水才造成受伤。老师就在配置这2位双胞胎的奶的过程中。不小心热水滑落，就洒在孩子的身上了。我们紧急处理，就是把孩子抱到我们的澡盆去泡饮用的凉水，泡了20-30分钟以上。虽然托婴中心表示愿意负担查甫婴仔医疗费用，也毋过当家属想要调阅监视器画面，托婴中心说实讲监视器故障，家属不办报警，佮对托婴人员提出伤害告诉。新竹市社会处协报已经介入调查，警方也已经将监视器主机先查扣。社会处针对此一事件已经介入调查，并提供家长相关的协助。后续呢会调阅监视器的画面来厘清现场状况。社会处表示，若托婴中心托婴人员确实有疏失，会以违反绩效法，处新台票3万以上60万以下罚款。若情节严重，会命令因停办，佮公布机构名称甲负责人的名。卫福部也表示，透过分段要求托婴中心存档监视器影像，确实有必要。伫这类不当照顾事件发生的时，会当协助地方政府调查，紧紧厘清事件。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以色列轰炸加沙地区造成死亡的人数是继续在增加，已经超过2万人。以色列继续轰炸加沙地区，那哈马斯的领导人是为着新的一波休战协议走去埃及，不过并无讲出结果。联合国的安理会是主张讲爱赶紧延长人道救援，而且爱暂时停火，也不过这个动议的投票嘛延后。炸弹伫眼前落来救护车卫生员当中真紧闯过，死神逐工拢会来。以色列对加沙轰炸无停过。哈马斯卫生部门表示，以下冲突之下，加沙死亡的巴勒斯坦人，甲即马已经超过2万。מי שחושב שנעצור,
פשוט לא מחובר למציאות. 检察官安理会呼吁紧急而且延长进度完作暂时停会，动机投票搁一摆被延前。美国高度在意，讲到停止敌对行动，互联合国负责检查卡车来确保运送确实是引导救援物资。安理会成员继续真紧张谈判，将投票延到2日早起，来避免美国搁一摆投票否决。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应急帮出无这么紧。There's no expectation at this point, but we are pushing. And your reaction to 20,000 dead in Gaza, that death toll reached today, likely to be reached today? It's tragic. 伫这时阵，大部分住伫卡达哈马斯领袖哈尼亚率领一个高层级的代表团去开罗，为埃及所讲的新一波休战甲经济交换来谈判。根据熟悉人士讲法，这摆的会议无结果，哈马斯无愿意用临时解决方案来讲战争。因的立场依然是伫最后停火进程未有交换谈讲。埃及表示谈判会继续，虽然这过程真艰难，而且要真长的时间。公视新闻恩文玲朋友。也伫这场以哈战争当中，加沙地区的民众，若是要知影外口的消息，毋是靠手机啊，就是爱靠收音机。也毋过因为当地早就无电通用，无法度充电，所以用过时食电池的收音机，即马是真抢市。业者表示，战争爆发1礼拜了后，这款收音机卖了，而且愈卖愈贵。迄个顶面摆真侪台收音机，其中有两台顶面也拢有影影，这看来真计时老旧电器，准确是加沙上界抢市的废品之一。مو فيش كهرب فيش نت فيش اتصالات الناس تعرف اخبار بده يعرفوا وين المستهدفات بده تعرف اخبار فكل صار راديوهات 加沙互以色列围攻了后，无水、无燃气、无燃料，也无电。无电，手机、电视无法度使用，靠电池供电的收音机，正做上界受欢迎的替代品。加沙民众想要知影外界发生什么代志，亲戚朋友是毋是平安，甚至以色列下一步要做什么，拢爱靠收音机。这也互收音机的价格愈来愈贵。开战进前，一台收音机伫加沙卖大约是25社克里，这下台票大约是200外块，准是起到一台超过台票500块。不过就算你手里有现金，也不一定买会到。مشكلة في الراديوهات والبطاريات برضه الراديوهات من بداية أول أسبوع في الحرب كله انتهى وكان عندنا احنا مخزن احنا عندنا جملة في المخزن كله انسحب في أول أسبوع كله يعني كان عندنا كمية كبيرة كله انتهى لدرجة المرجع اللي فيه عطم برضه راح انباع وصار البديل برضه لقيت بدل الراديوهات الجوالات والجوالات برضه لقيت في السوق انتهت 买无收音机，民众只好抢买，内底有即个收听广播功能的固定话。不过，若是连固定话拢无，想要得到消息的人，只有世界看世界册，看什么人的收音机也有电。在战争中辛苦生活者加沙民众，生活也被迫倒退，来到古时的状态。公视新闻齐万玲编译。镜头来美国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19日做出历史性的判决，要禁止前总统川普参加科罗拉多州的2024年总统初选，理由是禁止叛乱分子来做攻击。因为川普涉嫌煽动支持者在2021年时冲入去国会大楼。虽然这个禁令敢若是会影响川普在这个州的初选，不过准讲这个判决确定了后，其他州的法院嘛当参考这个判决，安尼到时有可能真正会影响川普的初选。美国宪法第10修正案第3条是伫南北内战了后所制定的，出发点是为着阻挡分离主义分子伫南方各州加入联邦了后，重返进程的政府集会。内容规定，任何捌宣誓支持宪法的人了后所参与作乱也是反叛，是袂当担任公职。全美国各地原因这条条文控告前总统川普的司法诉讼达到几十件。科罗拉多州的最高法院却是第一个判原告胜诉。It is a roadmap in how to address this problem, which is novel in American history. We've never had an insurrectionist president before, which is why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re dealing with this. But I think people, when they look at the opinion, read it closely. It's 133 pages. It's quite long, but a careful look only makes it more persuasive. 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的7名法官拢是民主党州长所任命的。川普竞选阵营透过声明批评这项裁决有缺陷、高无民主，强调会尽速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同时请求暂缓执行这项真无民主的决定。保守派伫联邦最高法院有6比3的绝对优势。那川普本人迄天伫爱荷华州，也就是明年1月，
共和党初选的第一战的所在地，参加竞选造势活动的时，讲美国总统拜登对民主是一个威胁。It's no wonder crooked Joe Biden and the far-left lunatics are desperate to stop us by any means necessary. They are willing to violate the U.S. Constitutions at levels never seen before in order to win this election. Joe Biden is a threat to democracy. 拜登竞选电竞阵营的代表无愿意对科州法院的裁决发表评论。美国媒体的转向问资深民主党人士所得到回答是：这项裁决对将国会暴乱事件定为叛乱的论点有帮助，另外也对展现拜登甲川普之间的真大差异有帮助。这是美国法院150年来头一摆使用宪法第14修正案第3条取消参选人资格，不过裁决会暂缓执行到明年1月7日，以方便稳准上诉。2020大选，川普伫科州以13%的差距输给拜登。明年若也是提名到这一州的选举人票，对伊敢会当赢这大会也无任何影响。不过，若是其他州的法院选举官员追随科州的脚步，也做出同款的决定，将川普排除伫变赢州的选票之外，安尼伊就无戏通啊唱啊。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今仔日国际上也有啥物大代志？加向请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媒体有报讲，有官员表示，中国的官员顶个月拜习会进前有要求美国总统拜登伫会后的时爱发表公开的声明，表示美国支持中国和台湾和平统一，而且爱美国讲无支持台湾独立，也毋过尾啊别将拒绝。来关心英国、法国甲德国的外国媒体发布联合调查，讲比利时极右派的利益党将参议员克雷尔曼过去3年互中国吸收去，以跩互党来开除。伊对俄罗斯甲叙利亚的这政权拢真友善，比利时总理是形容讲中国即马是有敌意的国家。来关心创立超过100档，无论是伫技术的研发，也是产品，拢真出名的日本Toshiba集团，最近这10年因为投资的策略错误，而且佫传出做假小的买贷，即马因的经营权已经互这私立基金集团提去啊。20个时，伫日本的股市下市结束，当Toshiba伫东京证交所74年的交易历史。继续关心风雷教练罗继贤涉嫌是吸收现有的，也有退伍的军官替中国的探情报，顶个月被起诉了后，昨昏头一届开庭，伊是全部拢认罪，而且各个共犯拢有讲出来，伊希望会当减刑，嘛要求法院会当甲判较轻的。风雷教练罗继贤涉嫌为钱做中共间谍，起诉难刑，又加替一个军事官兵替中共来学军情，大赚570万。顶个月被起诉了后，24头一摆开庭。行路警备车继续在押伊，即摆照提出庭。伫法庭顶面是全部认罪，更加直接甲提供资料的军人的公判拢会加出来，争取法院的减刑。另外也问伊讲，对方接头的人是啥物人？伊讲每一摆拢无同，是采用这个单线联络的方式。也若被控伫台北市树林租一间厝来正做法定的基地，伊是讲这间安全厝甲国安无关系，单纯只是用来讨论出国，也佫有租借的所在。卷入这个共谍案，不知道说您有什么想要说的吗？小心小心。为什么你会提供自己的账户给鲁继贤使用？美伫律师后壁，这4站的女子正做公案被告，检方认定由交户头就互罗继贤收取中资的汇款，不过伊讲无清楚资金的来源，看到男朋友冇借这户头互人，也无问题，才得咧提供，坚持讲伊无挑工来帮助。即摆传唤到庭的有一个海巡的4帮下属，也是被告之一，成立无翕会议的记录交互罗继贤，前后摕到超过30万块。怎么会涉及国安法？整个案件，检方依照国安法来起诉涉案的10个人，包含4站的女子、伊男朋友、隔壁厅这人，拢是线内审理的对象。那真正甲个人的利益放伫国安之上，嘛爱为出卖国家来负起应该有的惩罚。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最近伫透过气球飞过海峡中线，也佫有军机、军舰嘛直直来扰乱。国防部就侦测到有8台军机、3只军舰伫台海附近，而且伫19暗10点外，佫发现一粒气球飞过海峡中线。针对这气球的事件，咱敢会甲拍落来？国军是表示，准讲这个机啊飞入来咱的海峡也是空域，安尼咱国军会随处理。
中央的空票气球连续3天扰乱台湾，新冠两岸的紧张局势。国防部伫咧20日发布，总共侦测强机8台次，强舰3台次，继续伫咧台海周边活动。19含11:19，一个发现一粒空飘气球越过海峡中线，高度差不多是12000英尺，继续向东边飞，一直到透早2点才消失。针对中共利用台北季风，一直用成本正俗的空飘气球扰乱台湾，外界正关心国军的应变主题，是不是包括该拍落？那如果说这个部分已经试射到我们这个海空域的范围，那我们会适度的来调配兵力来执行相关的不影响执行军事安全行动下，我们来做一个处置。明年总统大选，中共甲立选举的手法正多元，包括发动林地作战、制造假信息，也有伫咧台海进行军事行动。伫最近是毋是有增加的情形？国防部表示，拢有保持高度的警戒。目前掌握强军拢是维持常态性的活动。严国国军又会伫咧大选期间加强戒备。最近我们观察共军仍然执行常态性的这个战备警巡，保持对台湾的一个军事压力。国军会持续的掌握适切的应处。目前来看，就国防相关的错假讯息，并没有特别升高的一个趋势。为了要防止中共伫咧选后进一步威胁台湾，国防部强调，运用联合情监侦来掌握强军的动态，执行战备训练，国军会秉持行政中立，确保国家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桃园有一间高中的教官，伫108年的时，有接到学生囡仔通报，讲学校内底有同学在卖毒。这个教官就去报警察，而且佫叫其他学生囡仔去买，囝去买，甲伊写出来，互警方会当当场抓人。也毋过教育部尾也认为教官用这款方式无啥妥当，尾也甲这个教官记2支小告。也毋过这个教官不服，即马提出行政救济。防制毒品入侵校园，教育单位甲警察单位加强联络。1806年年底开始，学校按照教育单位协助检警掠毒、溯源通报作业要点办理。1808年，桃园某一间高中的一个教官接到2个学生甲通报讲，有一个学生会伫迄天卖毒品。报警查了后，教官请通报的学生去现场等，了后卖毒的学生去互抓起来，法院裁定羁押。完全违反教育的理念也违反保护这些孩子安全跟他个人秘密的一些做法。教育部长潘文忠强调讲，教官违反教育理念，互学生伫风险当中。国教署才会核定军训真评会2支小告的建议，而且驳回这个教官的申诉甲诉愿。并不是因为他去报警而被处分，是用一个所谓像类似钓鱼的方式，把孩子放在一个最危险的情境当中。这部分也是翁姓教官之所以会核定这个行政记过处分的主要的原因。教官不服提行政诉讼，原底处分撤销，教育部提上诉。11月底，最高行政法院发回更审，长期做毒品防治退休教官表示，这个教官的做法要会当讨论。不过要点实施到达，通报的数量又够有偌济。我对黑数还是蛮多的，因为有部分的学校态度是不是很好，他们会比较保守，可能也为了校誉、为了教育局的评鉴，也隐瞒，不会主动的把这样事情做一些披露。要顾学校的名声，无愿意通报。这个退休的教官讲，学校的态度是真关键。学生若是念伊听学，念伊搁转来读册，争取是搁较好掌握。要甲检警合作去掠毒品的来源，是搁较无简单。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新闻，咱来关心高雄港63号码头发生一件货船的锁啊登去的事件。这个锁啊登去了后，去摔到岸边的工作人员，好佳哉敢若卡着伤尔。目前运安会已经要求业者爱写报告，要调查原因。画面中，一个工人就徛伫岸边，绑伫船顶的一条大锁，煞向登去。工人随后锁啊拍卡倒伫涂骹，看起来真危险。这是这个月初9发生伫高雄63号码头意外。初步调查，这只要驶去台中港的货轮，肯定是假锁啊机器故障，致使锁啊向登去。好佳哉现场工人敢若卡着伤。这船咧出港的时阵，咧倒下的时阵吼。伊个锁毋知啥物原因，怎向登去啊？登去，伊个锁吼是先拍着迄个
头，拍着码头，再去弹转来。毋过，最顶的锁仔拢真粗勇，哪会向转去？高科大航运技术系副主任表示，为鸦片来看，大锁看起来是无问题，会转去上主要原因就是受内关系，加上大锁就是消磨品，只是工人挖离岸边收金是真危险。伊后壁还有船啊，所以这条大锁一定要有掉的，啊无伊拍倒车，船咧退后有可能被漂要去弄掉后壁的船所以这条锁会较大，食较大的力。总是真好加在就是这个锁弹倒来，伊无直接去拍到人，是先拍到这个岩壁再个来闪到人所以相当来讲，这是已经减轻真大的这个伤害啊。因为发生大锁拍到工人以外，迄天海运公司并无通报，高雄港务中心第一时间嘛毋知影真正原因。目前运安会搁咧调查，已经请公司写海事报告，会要求业者来开会做检讨甲改善。记者钟义辉、邱朝阳高雄报道。再镜头来台中，伫今年5月初时，台中的刑法法有建案发生吊拐落落来了后，去撼到台中捷运绿线，造成严重的事故。市府尾也有向建商讨赔偿，要求爱赔2亿6千万。目前这条钱已经花1摆啊，不过有台中机关是认为讲，捷运的刑控中心无发挥功能，嘛应该爱有行政处分。捷运轨道顶悬的隔音墙破空要直立，边仔建案的工地已经恢复施工。台中捷运今年5月弄到刑法建案落落来铁铲 A， 造成1个人死亡，15个人受伤。台中市交通局甲台中捷运公司甲建商讨赔2亿6千万，包括受到损伤的列车、隔音墙、甲机电系统等等的费用。目前已经汇入台中市的口座。19市议会召开事故调查专案小组的会议，民代认为讲，监控中心的功能不够，事故到达无人负责，应该追究行政责任。中检是100%的关顾，所以议会的中检事故调查专案小组我们也要求说，应该要针对台中市政府及中检的责任，应该要追究行政责任。根据运安会调查，铁铲 A 落落轨道，到捷运的列车弄到，有43秒的时间会当应变。台中捷运公司虽然已经伫全线18个车头的月台增设紧急停车的开关，负责务人员、保全甲旅客，若发现有问题的时阵，会当主动列车出入车站。不过，专案小组的成员，也就是市议员刘淑洲认为讲，关键要是伫刑控中心，敢会当即时发现有物件走入去轨道内底，而且采取专线停车。谁来按？谁去按？会不会按？这个都是一个问题的哈。那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也把焦点聚集在所谓行控中心，哪个站有问题，可能是前面先是有办法。你不能这个站它停，那其他站你还在运作，不可能事情嘛。依运输事故调查法第8条的规定，运输事故调查消息的发布，统一由运安会公布。为了避免影响当事人的权益以及调查方向，本府不做任何的揣测，将视运安会调查的结果据以办理。目前市府甲建商进入仲裁阶段，2亿6千万会看结果，甲差价退倒转去。迄那民事的部分，上报的人除了一个加拿大籍的旅客，还佫伫调解当中，剩下拢已经达成和解。迄那运安会明年也会公布上尾的调查报告。交通局强调讲，为着避免影响调查的方向，目前未做任何的推测甲行政处分，会以调查的结果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越南移工伫台中的一间公寓厝内底替人做美容的手术，毋但会讲目睭挂顶唇，而且佫会讲做美容针。6年来已经赚100多万。移民署尾也是依照违反医术药事法，抑佫违反医师法，甲即个女性的移工送法办，尾也一共判刑1年2个月。收东西啦。查出各种注射针，佫有来路不明的玻尿酸甲麻醉药啊！移民署台中专勤队来到台中市中区的一间公寓大楼内底，发现这个越南籍姓裴的私人移工，竟然伫遮非法经营地下美容医疗的工作室。是什么东西？打针的、哦，是要打什么的？要打在手的还是屁股的？这个是打屁股的哈，打屁股的针哦。姓裴移工原本是制作业的技术工人，7年前家己离开了后，就伫东协广场甲台中火车头附近的公寓，甲人做美容医疗。伊到网络买器材，替人客挂顶唇、修喙蹲形、伫胸坎、尻川、鼻仔动手术，或者是注射消毒疗痕。
再搁用比行情价1/3到1/5的价效来收费。透过面册顶社群媒体直播来比较手术前后的效果，吸引更较侪人客。为客人进行割双眼皮、修剪唇形、注射玻尿酸、丰胸、丰臀、隆鼻等多项医美行为，现场必查扣来源不明的玻尿酸、肉毒杆菌等各式手术用品，全案依违反医师法及药师法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移民署表示，这个移工做非法的美容医疗已经有6年，两客包含越南一个高雄，各印尼一个移工，拢总赚超过100万台票。台中专勤队今年9月抓到人了后，就依照违反医师法甲药师法罪嫌，移送法办。台中地方法院最近甲判有期徒刑1年2个月，不法所得也全部没收。记者台中报道。台南的梅岭目前的梅花已经开3、4成，比英国还阁较早。也毋过想要看到规山片的梅花，要等到12月底。游客透早来到梅岭的五龙步道，伫咧路边就会当看到规大片的云海，是真欢喜。而且伫咧梅岭上界出名的梅花嘛，已经提早开，白色配黄色的花，伫咧风中海来海去，特别水。游客拢总停落来，赶紧摕手机内底相机出来记录美景。非常的美，好像人间仙境。我们好像走到玉山的顶点了。太开心了，又可以看到梅花，这么美的梅花。还没有很美，还要改天。对，再2个礼拜吧。目前伫咧海拔大约750公尺高的所在，梅花已经开3、4成。今年比英国更较早开花，提早到12月中就开花。长期咧观察梅花的社区总干事柯宏文嘛讲，这是10外冬来头一届发生。可用这个有年的迄个干旱，加迄个今年年初的干旱吼，互这咱梅仔树伊感觉就是伊自然机制调节啦，所以互伊提早开花。上好超12月底至1月初，然后来就是爱行有龙步道这抓，因遮有花梅仔专区。遮有几百公顷的梅仔花好看。柯宏文分析，可能是因为旧年甲今年年初的可旱，互食物自然来调整开花时间较提早，而且说落来天气嘛愈来愈寒，大约12月底到正月期间，梅花就会当开到8、9成。记者台南报道。来去新竹，当红美人茶，佮号做碰红茶，是爱经过细只烟仔加过了后，生成变化，才有法度出现一款特殊的香气。今年新竹北部的碰红茶采收期水气有较高，所以烟仔数量就较少，所以今年茶米产量有比英国较减。啊，毋过农民讲加载品质无影响。茶园内面，农民当咧甲天气拼时间，要伫上好的时阵采收茶叶。因若要做出东方美人茶，就要先互烟仔加过。毋过今年受气候影响，水分较高，烟仔数量比往年少，影响东方美人茶的收成。气候关系，最近像我们这边的气候，现在比较尾巴，冬天比较冷，成长不快，所以今年茶叶量没很多了，但品质还不错了。所以量比往年少了多少？今天少了1成，少了1成。虽然东方美人茶产量比过去减1成左右，不过茶农讲加在品质无受影响。因为茶农目前拄到上困难的所在，主要就是找无工人来斗3工。目前遇到的问题就是，采茶工人确实是不足，那所以往往会看到我们的价格相当的高，也就是因为目前的采茶工人真的是非常不好请。新竹北部是东方美人茶主要的产地，北部乡农会20号下晡把举办比赛，报教大家安怎种好茶。外观我们看它的均匀不均匀度啦，第一个要比较均匀，还有最主要还是要泡出来喝啦。它的口感符合你的蜜香或果香啦，这个挑选的范围啦。虽然讲今年送来比赛茶米比起过去有略减少。不过农会指出，这几年茶米的外包装以及品质拢有提升，也希望请少年人来啉茶，希望让台湾的好茶会当加入无共世代。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
来关心中国甘肃的大地震，目前这场地震已经有超过130个人死亡，也有要千人受伤。当地嘛发生积沙的现象，也是因为土骹因为压力的关系，土骹底的沙即马是直直地喷出来，这是影响救灾速度。那当地目前是零下低温，这对救灾也是灾民来讲，拢是正大的考验。消防人员呢正在携带搜救犬对这个泥土覆盖的区域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查和进一步的搜救。厝起土石流引起，敢若剩厝顶，救援队赶紧派怪手等等大型的机构开始挖。中国甘肃这座山关18半暝发生6.2级的地震，附近的青海省是算断了真严重，未少庄仔头发生水崩山，专家讲这叫做沙涌的现象，也就是液化的沙受到压力，压起来地表破坏力是真大。震完之后呢，就是我差不多就是10分钟之后到这个村子的，然后呢，已经呢这个泥浆呢已经是开始翻到这个地方了，已经感觉不可思议，从哪来的这么多泥土，我们也想不到。因为这个土石粘性真强，而且数量是真大庞，增加救援的难度。到20早起为止，已经有131个人死亡，超过700个人受伤。目前甘肃、青海两省的车路大部分都已经会通，大部分的灾民拢先踮伫布棚内底，因为也是零下低温，安怎保持温暖嘛是安迪的重点。主要这个暖，暖是真的不错。这天山都吃饱。昨天晚上那个担惊受怕，那个外面那个有动物，搬进来就是心里面就舒服多了。现在甘肃省嘛发布救援需求的公告，灾区需要过冬的物资甲清真食品。低温嘛，地区救援的电量消磨了真紧。咱国政府嘛表达愿意提供必要的协助，不过目前中国也无提出支援的请求。记者综合报道。2018年，泰国有一支少年骹球队去冒险，尾也掉伫山区的崩坑内底，掉伫山洞，因为落大雨，水涨起来了后，把这出口踢掉咧。尾也呢，救援队是用18天的时间，才把所有人拢救出来。不过过程中，嘛有造成2个救援人员不幸过往。即马泰国政府征收好势了后，开放当时的救援行动中心。弯曲的地下通道，这是泰国北部青来的水利运动，也是2018年亚地少年骹球队13人受困的所在。即卖游客会当地图开加照明灯，缀伫专业人员的后壁，是为了解系统时救援行动的状况。救援事件过了后，泰国政府拨款就7万泰铢征收水利运动所在的国家公园。即卖国家进一步开放并河3号洞穴，互民众参观。3号洞穴离洞口大约800公尺，离骹球小将调到的9号洞穴大约2.4公里，是当时救援事件的重要中心点。真侪救援物资会放伫3号洞穴，小将方救出来时，也是先伫3号洞穴确认健康状况。How many of you? 2018年6月23日，青来府亚地少年骹球队的1名教练甲12名少年球员到水利运动探险，迄当时拄到泰国后悔13人，因为落雨因水掉伫洞内，随着洞穴的水位升悬，是不得要食了。创水专家甲来自世界各国的救援人员，甲一天无眠无伫拍拼救援，经过18天动员精神能力，也阁有2个人安宁无难。那受困师兄伫7月70专属平安获救，这项奇迹救援后来也放改编做电影嘅影集。泰国国家公园局局长阿塔蓬表示，这套行程一抓大约3点钟，一天只会开放2摆，一摆上限10人，民众需要提前7天向国家公园局报名。外国游客收费是1500泰铢，大约代表1342块。不过当局也提醒，雨季的时水利运动会关起来，以免意外发生。公司新闻感文编译。耶诞节对欧美国家来讲是真重要的大节日。当年12月份，伫芬兰的耶诞老人村，真侪观光客真条叉。今年当地机场有比英国增加13条直飞航线，当地观光人丁嘛增加4万人至5万人。飞机慢慢降落，因看到跑道两边被摔下涂骹徛一个耶诞老人，向飞机握手。每年12月，离芬兰拉普兰区的耶诞老人村上近的机场，拢会有大批的观光人潮。伫各个新冠疫情解封了后，今年佫比以前增加13条直飞航线。
去年当地机场竞争于客人数16万人，营收超过4亿欧元。今年预估增加的航线会所有客人数比以前增加4到5万人，未来5年营收会增加到6亿欧元，超过台票205亿。伫大人赶去亚罗川过节的时阵，后面各个囡仔也赶在节日进前寄礼物清单给亚旦老人。伫当地邮局内底工作的精灵，逐工拢收到差不多3万张批，爱整理甲分类。有精灵甚至收到来自乌克兰囡仔的批，而且甲囡仔斗阵愿望战争结束世界和平。Yes, and here is Diana writing to Santa Claus that, hello Santa Claus, I am Diana, I'm 10 years old and I would like to have a bag made of beads. And even more I wanted the war to end. 公司新闻陈时东编译。天气报你知，寒流到位，天气真寒，到底有偌寒？咱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0度，上悬13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1度，上悬18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2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1度，上悬19度。外岛的温度7度至18度。感谢乡亲收看，将心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